来到勾勾公好吧，我是一姐，我是敏华。一姐，大年初五啊，就是开工的日子了。而说到开工，就是戏工。那其实客家人也在大年初五这一天呢，称他们叫做处年嘎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戏工啊，就是开工没有错，而且处年嘎，根据我的了解呢，就是所有的贡品都必须要撤出，叫做破五哦。而且很多过年当中的禁忌，在这一天都解除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一天，很多人会酿财神、迎财神。酿财神就是迎财神了，而很多公司也都会在大年初五迎财神哦。而说到公司，就是公司。公司就是公司的意思，没有错。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大年初五，许多公司会迎财神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年初五，一斗公司会酿财神。年初五，一斗公司会酿财神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您看看大年初五有哪些习俗哦。快点，快点！哇，怎么那么难得啊？今天没有迟到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因为今天要戏工啊。原来是为了领戏工红包哦。还好你们没有迟到，因为待会呢要酿财神哦。说到财神，财神来了，要发红包了。恭喜恭喜！祝你戏工快乐！我要发一个戏工红包。还有你的戏工快乐！戏工快乐，谢谢喽！敏华，敏华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戏工红包，辛苦啊！谢谢。等一下，公司不会酿财神。等一下，我们到1楼开去热闹一下吧。敏华，你有没有觉得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？转眼年要过完了，要开工嘞！真的也太快了吧！一下子就到大年初五了耶。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领开工红包。可以领红包不错不错。不过在大家领红包之前，我们俩要很尽责的再帮大家复习一下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大年初五要开工喽，开工就叫做戏工，戏工就是开工了。那刚才一姐也提到了，大年初五呢，很多公司都会迎财神，迎财神就是酿财神。没错，酿财神就是迎财神的意思哦。除此之外呢，很多公司在大年初五迎财神，这公司呢就叫做公司，公司就是公司了，没错。最后要帮大家复习这一整句话，就是大年初五，许多公司会迎财神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年初五，一斗公司会酿财神。年初五，一斗公司会酿财神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呢，就告诉大家大年初五有哪些习俗哦。我们下次见。